为了营造一个轻松自在、讲无戏的环境，文化部邀请台湾南部7个县市、42个社区，伫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摆搭，用闯关游戏教大小朋友学母语。我今仔日伫讲台语，我感觉足趣味的。囡仔是耍了真欢喜啊，就伊大家单位拢会当学的物件拢无共。阮即个活动叫做斗阵搬戏闹台语啊，因为阮是局长，叫做影响新局长啊，所以讲，互大家爱来遮学台语，学台语的款，就是讲用这2个剧本内底的台词去甲大家讲。现场除了社区团体舞戏特色展示，另外也规划具有特色的饮食文化飨宴，挑选在地食材，创作出无同的创意料理。希望透过饮食文化这种日常生活的展示，让大家体验无同地区发展出的生活美学。语言的活动呢，只是上基层的，一定要交生活一致结合。所以这个结合饮食唔单是咱来结合除了食物食衣住行食物衫已经娱乐，拢一定要来结合，会当来推展咱的在地的母语的文化。台南生活美学馆表示，今年的活动以乡民文化为主题，用看戏、听故事、闯关游戏等方式，让大小朋友熟悉在地文化，让母语会当代代相传。台南新闻综合报道。